你可以代表航空业手机去普罗佩亚红发钱，飞行机若无3C干扰认证、无空服员，就禁止用电子产品。关温烧热搁透风，澳洲火烧山严重，佐治克鲁尼法国的厝嘛受到威胁，规家伙仔赶紧离开。加州一个囡仔和大影假期有救起来，因为摄影现象大影增加，邻近的海边嘛可能有暗流，就要注意安全。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妮。这一届日本的大地震，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来讲，会当讲是无比严峻过。根据日本头版新闻社上新的民意调查，高市早苗的民调敢若57%尔，创下伊做首相以来的新低。咱做回来看2020年10月份，伊就任的时阵，迄当阵有71%的支持度。到过当年的2月解散国会，将其以解散大赢，到这个月，迄当阵也有67%。到即嘛，这个月敢若剩57%，而且比顶个月还阁减12%。这是头一届大概60%以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会落到这么济，上界主要的原因，第一，风俗典范的修正案，其实大部分的民众拢较赞成承认女性天皇，不过修法的结果算是违背民意。因为安尼，伊失去袂少女性的支持。第二，因为物价抢悬，民众生活艰苦。不过有关民生的政策，伊算是拖拖刷刷。在这个调查内底，有71%的民众感觉无满意。高市早苗即马要来挽救伊的支持度。最近日本地动救灾的行动，伊的表现甲能力都真关键。而且伊即马当地咧推动调降食品消费税，要为8%降低到1%。尤其中价收入户也有现金的补贴，这个政策按算要实施2年，时到会有偌大的效果，嘛受到众人关注。来看4月份有旅客搭德安航空去台东，要咧降落过程当中，煞有人举手机咧翕普罗佩亚去互检方侦办。不过伫咧飞行机顶用手机哪会涉嫌犯民航法的？德安航空讲，因为这架飞行机的机型无经过3C干扰的认证，嘛无空服人员，所以为着确保飞行的安全，电子产品拢爱关起来，嘛专程禁止使用。坐飞行机出去算看窗仔门外口的风景，有人要记录规载旅程，会摕手机来翕。不过坐飞机用3C 产品有一寡规定爱注意，就关机就好了，或是飞行模式啊。他说我觉得是还好。你要开飞行模式啊，然后那个行动电源要贴那个标示。有一寡特定的班机，就算你开飞行模式，手机也袂使用。有一位4个月旅客今年4月坐德安航空南苏飞台东，飞机降落，人也阁伫咧行的时阵，伊摕手机翕，后边的乘客检举犯刑事官司。飞行途中会发生电波干扰的个人电子用品，全程禁止使用。安全影片内面有讲，只要坐德安航空自起飞飞行的半路到飞机降落，人也阁伫咧行，拢总袂使用手机啊。旅客翕相已经犯民航法，非法使用干扰飞行或者是通讯器材等罪。台东地检署考虑以承认犯刑、后悔、犯罪情形轻微，判1年缓起诉，纳2万互公库。机型限制的关系因为我们的 Dash 6这一架飞机，它并没有经过原厂这边执行3C 干扰的一个认证，客舱也没有空服员，所以我们是要全程禁止使用3C 产品。各种航空规范，像国内线的德安航空，就严格禁止伫咧飞机顶使用任何电子产品，自头到尾拢爱关起来。日经甲华信航空虽然有条件开放，也过爱设置飞行模式，另外翕相的规定也要注意。只要是居民合用机场，原则上就尽量不要有拍照的动作。一旦你有对着这种军事设施的部分的话，那就绝对会是触法的。像松山机场、花莲机场、台中国际机场，拢是军民合用的机场。伫咧翕风景的时阵，唔能去翕到军事设施，则会因为犯法互人罚。记者综合报道。北部为6月份传出欠价卵的问题，而且介绍起2成。饲鸡协会甲卵商工会分析，讲这一届欠卵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天气伤热，卵鸡较无胃口，而且最近当伫咧换毛，爱等到9月份就会较稳定。也那托牧师嘛要求中央畜产会都要监控鸡卵介绍的变化，而且嘛讲有一寡卖场会欠鸡卵，是因为卵商甲业者要伫咧讲契约，才会影响上市的进度。
民众伫会计头前拣卵，热天卵的供应会是正低。北部是陆续传出欠卵的状况，南部的卖场因为进货的通路较济，目前供应无问题。民众讲若欠卵会先食其他物件。我觉得差不多，如果幅度不大的话，就照正常嘛。如果幅度太大的话，就用其他的食物下去替代啊。会计顶悬的鸡卵照类型、数量等计数无共，随着产量减少的影响，目前卵价起伏差不多是2成左右。一般卵的挂价，这礼拜大斤是46块，产地价是36.5块。天气太热了，鸡质量吃不下去，就切断了，差不多切到3成了。已经换鱼了，还没有再说呢，也很多了。红卡的伊红过哦，佫较惊热。这个协会讲，受到天气和鸡母、换羽毛等因素的影响，两家食饲料是食无啥会得。红壳卵和白壳卵对6月开始是减产差不多3成左右。不过协会和农商工会嘛表示讲，9月了后产量就会当恢复稳定。目前我们知道，就是在开学前后那个时候，新机就慢慢会加入生产的行列。对，就是9月差不多那个时候，很多那个开始要下蛋的新机就开始会生产，那时候就会比较好一点。到9月各级的学校开学了后，营养中到等等团线会互鸡卵的需求大增加。农业部特务司表示讲，已经请中央特3会监控鸡卵量价变化。包括一寡卖场欠卵，经过调查是因为农商和卖场各在协商契约，这影响就市的进度。最近嘛会查通路，嘛请业者机动调整鸡卵的调度作业，稳定供需特殊。记者综合报道。提醒乡亲，咱国内新冠疫情当咧加悬，疾管署预估，这疫情到8月中会达到高峰，也就是讲，一礼拜去互医生看的会超过5万人次。有民众咧怨讲，伊买无快筛试剂。消署讲，官方网站有查询的专区，民众会当查超商或者是药房供应的情形。而且目前咱国内快筛试剂的库存有61万支，有够来应用。药局赶紧将新冠快筛试剂放伫货架顶面，就惊民众买无会惊。因为最近新冠疫情真紧就清悬起来，而且进入流行期。药师提醒讲，使用快筛试剂进前，一定要先确认产品是毋是也未过期，而且就算快筛是阴性，也要真细腻。有可能是当下的话，病毒量比较少，那会建议的话是在24到36小时之后，还再重新做量测，会比较安全。根据疾管署监测，顶礼拜新冠疫情新增加42例重症，甲2例死亡的病例。全台湾门诊急诊有1万多人次，比前一礼拜大增加117%。全台基层诊所普遍进入感觉。有医师观察，最近2礼拜新冠确诊病人增加大约3成到4成，而且无一定的出现这个小真悬的情形。你有很明显的疲倦、无力、酸痛、发烧，合并有呼吸道症状，譬如说喉咙痛、鼻涕或咳嗽的话，那最好是进行一下快筛。刚开始是有一些鼻炎跟咳嗽，那因为我咳嗽，我本身有气喘，所以有点在感染之后就引发了气喘的状况。新冠确诊人数快速增加，疾管署有估这波疫情会伫8月中会上多，一礼拜就诊的恐惊超过5万人次。也为了考虑民众防疫需求，食药署伫官方网站已经设置家用新冠病毒检验试剂供应资讯的专区，提供民众会使查到这超商甲药局普惠情况。本署盘点目前国内制造厂库存约61万剂，通路库存约12万剂，相关业者亦持续生产与铺货。由新冠疫情今年连续7礼拜清关，新北市已经加强来调查，甲杜比抗病毒药物加新冠疫苗。高雄市是赶紧来争取得到疾管署配送新冠疫苗2万剂，提供给民众注射。疾管署也呼吁高风险族群应该赶紧去注射疫苗，并且定定洗手、挂水安。若出现疑似的症状，应该赶紧快筛，也是去看医生来保护家己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热浪高温加上透风，欧洲南部火烧山的情形是真热烈。为这画面内底，咱会当看到英国、德国、捷克、奥地利甲意大利是拢真严重。也那西班牙目前全国是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有超过10万人有路无厝。讲到今年热天的天气是已经打破欧洲几个国家气象的纪录。气候暖化是全球现象，无毋对。不过，欧洲大陆暖化的速度会当讲是全球平均的2倍，而且嘛是全球上紧的。至少6月份，都有万多人因为高温不幸来死亡。虽然欧洲要是比一寡所在较凉，不过因因应高温的能力煞是较弱。因为这个建筑一般拢是无安冷气，而且起造的时阵，就是以保温的概念来设计。
即嘛包括希腊的克里特岛，也有法国南部火烧山的情形拢之热烈，有几啊万人紧急疏开。包括好莱坞的影星乔治·克鲁尼，伊伫咧法国南部的厝嘛受到威胁，规家伙仔是赶紧离开。也那伊嘛甲当地市长话讲，伊会甲社区徛做伙，协助灾害重建。乌烟大调咧，规个烧起来，风阁一直扇。伫咧南欧发生失控的野火，伫咧希腊克里特岛，几若千个游客甲居民紧急疏散，甚至阁有消防员伫咧救灾过程不幸殉职。We found that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made the fires in Spain at least 20 times more likely, so the fire weather conditions, and in France at least twice as likely. 伫咧法国南部甲西班牙，官员可看引起数十年来上严重的野火危机，万外公顷的林地拢烧烧去。In Spain,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land abandonment, so people moved from rural places into cities, and the land is left to itself, and that means there's a lot more unmanaged vegetation. And so when it's as hot and dry as it was, that dries out very quickly, and so there's a lot of fuel. 野火炭烧威胁着南法小镇布里纽勒，好莱坞的明星乔治·克隆尼甲伊的某囝住迄间900万欧元的好野人厝，嘛被走闪疾，规家伙仔4个人紧急疏散。也那乔治·克隆尼嘛甲在地市长发话，表示会协助赈灾重建。这场大火毋但伤着明星，在地酒庄的工仔人甲做事人嘛拢出动水车来斗拍火。毋但是南欧、英国、英格兰东部索福克郡沿海的邓威治爬园地，2号嘛发生野火炭烧，火真紧就炭烧要到210个骹球场的大细。以前英国真罕得发生野火，啊毋过即马气候变迁、极端气候，还佫有长期可看，互土壤甲食物拢失去水分，互大自然变做是一个真大的火药库。干那一点仔火，就会变做是无法度控制灾。公司新闻4派转编译。继续来关心，伫咧美国加州有一个查甫囡仔，伊去海边啊耍水，却是雄雄去互一个3米悬的大影夹去外海。有一个救生员是随冲去甲救起来。救生单位提醒，看到真平静的海面，可能也是有暗流等等的陷阱。而且今年受到性影现象的影响，加州烟花这种危险的大影可能会阁增加。16岁少年救生员莱德冲入去海内底，甲好用放入去海内底10岁查甫囡仔紧救起来，要甲伊拖向岸边。两骨所来真强海鹰加一粒液来海流，佮甲因放入去水内底。这时阵，另外一个救生员赶紧冲来斗阵救人。当时海鹰一影刷一影，有3公尺悬的大影一直冲来，现场真热心的民众也赶紧来到沙港。2分钟了后，尾啊才甲这查甫囡仔平安甲伊救起来。这时阵海边的人看到到地，拢一直甲拍泡啊，惊险的救人画面刷来伫网络上一直传出去。查甫囡仔老爸对来德甲所有到沙港救人的人是非常感激。I cannot even express how grateful I am to Ryder, the lifeguard, who's risking his own safety and his own life just to save my child, my little boy. 代志发生伫7月25日，美国加州圣塔克鲁斯的西布莱特海堡，当局讲海上变化真紧，敢若迄礼拜六，救生员就执行34层救援的任务。这事件得到大量的报道，也有肯定，互因真大支持。也加在讲，这个救援过程有真悬正甲翕落来，清楚呈现海边耍水可能遇到上界危险的情况，也就是离岸流。伊是大鹰一直甲海水撒上岸，海水集中，退流等于外海时阵，可能形成一个真强的水流。流速真紧，范围真微真细，看袂啥出来。西布莱特海堡地形较狭，海鹰力量较集中，水流搁较强。这是这查甫囡仔插铁啊，互海鹰赶走的主要原因。Is that they're very powerful and they're very shallow. So even if you're up on shore and you think you're safe, those waves can come and knock you off your feet, just like happened in that video, and then take you out to the ocean really quickly. 事发了后，海堡水彩红旗，警告离岸流的危险。救生员提醒讲，落水之前一定要了解家己的材料，并且爱问救生员当时的海况。另外也讲，一定爱会晓受水，为家己争取更加大生存的机会。由今年性影现象已经形成，加州烟花当天可能出现更加强烈的风暴甲大影，民众耍水的时阵爱搁较细腻。公视新闻4会中编译。来看美国总统宣布，哈马斯已经同意全面解除武装，佮讲这是建立新巴勒斯坦政府重要的一步。
哈马斯嘛讲愿意接受协议的内容，来交换以色列分阶段离开加沙。目前以色列也是无正式的回应，不过这几天以色列也是对加沙发动空袭。这个协议敢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呢？目前看来也有变数。美国总统川普30日社群平台发文，讲大家在讲的和平委员会已经达成历史性的协议，哈马斯和其他在加沙走廊的武装分子会彻底解除武装，而且讲这是加沙建立新巴勒斯坦政府的关键的一步。哈马斯嘛证实川普的讲法，而且在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阵讲，因会同意停火协议的内容，是为了要换以色列分阶段来退出加沙。本土电视台报道内面讲，因已经摕到协议的副本，具体解除武装的进程必须在14天内制定。法新社是报道，根据协议的内容，川普设立的加沙和平委员会会监督哈马斯武器的封存和移交，未来会和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一步一步来接管治理。哈马斯表示讲，让步是为了要让加沙的人民停止流血，避免无处通住，而且在以色列撤军进程要解除任何武装。以色列虽然甲打拢无正式回应，但是进程就坚持哈马斯必须彻底解除武装。双方共款是已经无共，协议敢要当落实嘛是充满变数。川普的答文内面讲，这项协议是达成川普20点计划的重要一步。伊讲，因为解除武装的推进，和以色列一步一步脱离，国际稳定部队会和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来合作，作为维护加沙的安全。本土电视台报道，以色列的官员捌讲，国际稳定部队的成员是会对乌干达、摩洛哥这友好国家内的人员，而且各国派出来的部队，拢必须得到以色列单独批准，才当进入加沙。只是这个部队的组成还未正式确定。本土电视台讲，有消息指出讲，有可能嘛有印尼和土耳其，这可能都不是以色列想要看到的。国际稳定部队敢会当组成嘛，搁爱观察。不过，到伫这个时阵，以色列嘛是搁在轰炸加沙。路透社报道，到4月底，以色列已经控制加沙走廊差不多64%的地区，这个地区差不多200万的居民，拢集中在哈马斯控制的这AA长长的沿海区域，而且因大多数拢住在受损的建筑物，也是临时的住所内面，面对严峻的人道危机。ولا بغير ولا حاجة يعني بس هذه زي ما أقول لك إيش إبر بنج إحنا المتضررين إحنا الشعب هذه إبر بنج إلنا ما تقول لي دول السلام وبده يعمل لي وبده يسوي لي والله ما عمل لي حاجة。停火协议虽然阻止全面的战斗，但是并无停止以色列差不多是逐天的空袭。协议敢会当真正落实，和加沙会当有长久的和平，同款是歹预测。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来看亚马逊下底自动驾驶车的公司 Zoox。将会因正式摕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加做全美国头一间合法会当商业营运的无人客停车。这种车唔但无限道路，嘛无卡达档啊，而且会当讲是打破对传统客停车的想象。这嘛代表无人客停车正式加入营运赚钱的新时代。无限道路无所在大东啊，甚至连驾驶座拢无。亚马逊的自动驾驶车公司 Ruth 正式摕到美国监管机构发的商业营运豁免，是美国第一个。It's kind of scary at the first time, but like when I just got used to it, it's really cool and chilling. Like I really love the music and how you can like adjust temperature like yourself. 这种车是用车厢式的设计，这个人2排面对面的椅啊，上悬的时速120公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批准 Ruth 在未来2年上最当部署5000台车营运，上开始的收费服务在轿城拉斯维加斯。What they did was they applied for an exemption, and their obligation is to convince the agency that their vehicle as designed is at least as safe as a vehicle that meets 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s. 虽然监管机关准纳，验过条件不加悬，律师就要回报所有弄到或者是异常的事件，所有的远端操作员拢爱伫咧美国境内，若无政府随时会当撤销因的户口，民间团体也有质疑。One, and really our overarching concern is there was not any data or testing results presented that demonstrated that the autonomous driving system that was going to be controlling this vehicle could operate safely on public roads. 这个团体担心是因为自动驾驶车
伫咧进行不传出调查的时间区，甚至是无顾到已经停落的校车的情形。律师最近也因为无法度侦测交警，紧急调回105台车换新软体，面对着威摩加特斯拉的竞争，律师虽然先抢着牌，不过敢会当得到消费者的信任，真正的挑战才拄要开始。公视新闻4派选评析。节目的最后，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尼，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